地五市场有业者拢会伫过年前推出着100块的年菜，一套是10项，只要1350块，要互大家俗俗啊买，轻松过好年。透早8点半，100块的年菜一开始卖，就有真侪民众排队小坐要来买。台中地五市场这间年菜在1年来唔捌起价，无怪人气这么旺。过年如果自己煮的话，你一桌3、4千跑不掉啦，因为现在很多都涨价。就是今年物价整个都涨了，可是他们都还是维持原价，蛮不容易的。红烧西仔头只要100块，业者讲今年实在成本比旧年起2成以上，加在真侪产品拢是家己生产的，嘛甲省来钱回复消费者。白年菜内面有一个花枝牌吼，飞机牌，这真受民众喜爱。因为飞机海产拢大起，台面价是180啦吼。因为如果用180来算量来讲，吼变做有较少。所以讲，我就甲落等于去年160。业者讲年菜下暝到2、9暝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赶紧来买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